因為一個錯誤嘅減肥方法導致36歲嘅女士咧尿毒症，因為錯誤嘅健身方法導致28歲嘅健身教練患有尿毒症。佢哋兩個都要靠洗腎先能夠維持生命。咁點解而家腎病嘅人會越嚟越多？點解越嚟越年輕化呢？可能呢啲傷腎嘅行為，你同我都喺度做緊。呢個28歲嘅男健身教練呢，有一日佢突然間發現佢嘅雙下肢嘅腳都腫咗。經過檢查之後呢，我哋發覺佢嘅腎出現咗問題。喺住院之後呢，佢嘅腎功能發現呢係嚴重受損，高度懷疑係大量攝入咗蛋白粉，導致佢腎負擔加重引起嘅。但係佢出院之後呢，又係冇注意，前幾日呢已經開始去透析啦。咁呢個女士36歲，佢一直喺度食啲減肥藥、保健品。前一段時間呢，佢亦都係因為尿毒症呢開始去做洗腎。所以呢啲傷腎嘅行為，我哋應該要注意。第一個就係藥物俾我哋帶嚟嘅，所有藥都係有3分毒嘅。我哋喺醫院食醫生開俾我哋嘅藥啦，醫生會講俾我哋聽，定期要去做肝腎功能嘅檢查。外面所謂嘅一啲保健品等等，或多或少對我哋肝腎功能咧都係有損害，我哋一定要注意。第二個就係呢個蛋白粉可以食，不過唔好過量。就好似健身嘅時候咧，做一啲老人體育嘅時候咧，需要一啲蛋白質啦、蛋白粉啦，但係都唔應該過量。特別喺腎已經有問題嘅情況下。第三個就係捱夜嘅傷害非常之大。第四個就係大量嘅飲酒啦。第五個就係過多嘅攝入甜食啦、碳酸嘅飲品啦、高糖嘅飲料啦。第六個就係飲料啦。飲料呢個行為對腎嘅傷害非常之大。